我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文昌里伊来去搞安尼过年啊！哪有？臭油鸡，臭油鸡，臭不拉几。麻花糖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素心汤、铁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站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卤半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1970年代，阿爸调派玉井警察分局，遐4颗位啊是日本时代大巴年支厅的旧址，对面兴南客运车站，后边宿舍区，搁到后壁是看拢拢的糖厂。阿爸关庙人，虽然一个小小的警员，嘛有分配到宿舍。迄阵我高中2年，阿兄3年。要去学校，爱骑铁马向虎头山骹冲过骨力的路口，打10多分钟。阮上幸的是遐个木瓜树，因定定生甲累累对对，若开始转黄点，就有通食。阿兄补习拼高中联考，逐时暗转来。有一个下晡将近5点，我下课转来真无聊。家己一个伫榻榻米顶练来练去，口面日头青青照伫木瓜丛，室内小可暗淡。我头壳挖来挖去，四界探，伫壁橱倒边的顶角，突然扑出一粒头壳，起身雾雾，愈来愈明。啊！一个看起来20外岁仔查甫人的面，目睭大蕊，樱膏片，下海四方。海角个头热甲真整齐。我是咧喊名吗？点手看卖咧。哦，会听呢。老师讲，可爱时代袂使黑白迷信，敢会是幻想？啊，用阿母检查细部的电光片照看卖咧。若准是幻影，用这加照应该会消失掉吧？我摕一根电光片。当作望远镜看向迄个面，想袂到伊敢若感觉趣味，一直笑，一直笑，喙甲目睭慢慢离到耳仔边，刷了规个扬起，流落来榻榻米，一对我遮来。鸟鸟话啊，惊死人哦！我翻身跳落来，褪只骹软过玄关，走过我着间宿舍，撞入去分局的值班台。偏偏喘，阿爸，有鬼啦！我规个人晕落去，面仔青顺顺。阿爸甲我揽起来，
看讲啊！房迄个壁拄有一个人头，对啊伊直笑，有够恐怖的。阿爸听我讲煞，并无露出惊慌的表情，只是搭我的脚正。无惊。我想，阿爸警察做真久，定着看过足侪奇怪的代志。这应该是历史的迷茫吧？后来，我就渐渐将这件代志放袂记哩咯。热天的暗暝非常的温热，一支带动电风吹死的人，半暝变小风，搁兼吭叫。我困伫电风边，翻来翻去，过无偌久，摇得紧。要去便所，爱开一个纸拖门，越过一面白壁，掀落去的地板正金骨，踏着圆歪歪。我真小心行，雄。敢若有啥货伫头前叮当？迄看起来有影，敢若无影，就像一个无脚无声的人，木壁咧山叮当。老师讲，可爱时代无鬼。我目睭累咧，继续向前行。伫壁倒的挖角仔，先探一个头。无啥物，拄则是幻影啊。便所帮用掀落去的角仔吐掉咧，意外叫落海。我摇转完，就赶紧滑倒转来。一个影搁抹伫壁顶。即摆人的形体愈明，我的心内起颤，三步做两步，较紧转来摕伫阿兄的身躯边。电风原在吭叫，我目睭直直看天棚，真久才困去。过段工，我无甲人讲起这件代志，想袂到就安尼，这个木壁的形影半暝定来颠对啊！我是毋是幻想症啊？有时家己头壳拍咧，害过来的。毋过，迄个形影害袂掉，阁愈来愈明。一直是壁拄迄个。有一暝，我阁起来便所，伊头壳骹手的形体竟然明，兼一手爱我对伊行。伊行过灶骹，一间啊，软过关条条的后门，我拍开一个窗，就对出去。伊居伫宿舍下面的通风口，敢若暗示内底有啥物。通风孔原本有几落支插箍挡掉咧，即马断了啊！因为不时有蛇蛇出来，我一直毋敢挖去。空口的边啊有一簇牛筋草，五岁的灯花吐悬悬，摇咧。这种花枝我常常用来摇杜白啊。隔壁间的电火摇光，迄个要考大学的姐姐真拼势。黄莹莹的光软过门尾啊，拄好照向通风孔内底。迄个形影消息啊，内底敢有啥物物件？我探头入去看，一寡竹柄啊、下棋啊，伊伫遐，伫都市看甲规世界，佮看甲详细。倒边角有一骹插箱啊，生菇兼卡青蹄。若想囥真久，无山叮当过。即马3更半暝，恐怖！明仔载才过来看卖咧。阿母规工酷嗽，有时会咳出血丝啊，掠准是气痨，但是电工检查阁无安怎。伊常在咧看医生，有时嘛会找一寡草药啊，加减试看卖咧。过顿工下晡下课，阿母拄用药盒啊咧煎车轮菜，迄是人送的，听讲会治嗽气痰。阿母，迄个通风孔内底有啥物？你问这要呢？遐顶一寡无路用物件，足久无人咧插啊！你毋通去乌白卵啦，互歹物仔甜着就害啊！哦，
我今仔要去头前佚佗，毋过伫无过骹踅2年，就活对厝后去，居伫通风孔头前，晒照日正正射入去黑暗的所在，一阵臭腐味飘出来。我伫如是哪哪咧，小可顺一个就爬入去，半拖半摸，甲插箱扭出来，才发现边仔温一脸旧壳花，心肝插一个。莫壁兄仔是要爱我看即卡插箱吧？有啥物秘密？用螺丝夹甲撬开看卖咧。插箱啊拍开，内底有一个咖啡色的皮袋啊，旧落擦皮溜溜，2粒冬柳啊，一顶绿色的线，甲扭开啊，一本乌皮日记簿啊，小可有够多。我摕去藏伫册桌啊下面，无互人知。拜六下晡，孤一个伫厝，这是看迄本日记的好时机。这是伫大正4年写的日记。日本大正4年就是1915年。有诶已经喙去啊，我真细意咧变，拍算有机会就甲读一寡。大正4年6月15，天清清。往伫尾仔的班机会已经落甲无半蕊啊，电倒是甲我边的寒针发甲黄架架，袂过暝的水牙工甘露水，草机中迄粒绵绵溶溶的花球，水阁有芳开。我就挽几支啊来送月娥。月娥因兜的五路厝。规排老长，灯火光咧熄咧熄咧，照向厝顶尾。较早用来防土匪的4个凊空，4条光线尖来射出来。五路厝伫大巴年角时只有一栋，因较早算是地方的望族，山坪土地真济。毋过即阵山坪互政府收去，平埔强制种甘蔗，阁爱扣税。生活歹落去。月娥本地读汉文，学绣花，嘛算是千金小姐。即马伫糖厂咧做工啊。不过，嘛是因为伊去糖厂上班，阮才有即个缘分。下暗，因兜的人拢咧困啊。我等石头粒仔伫内面角的厝顶，一大久啊，月娥啊，就开门出来。伊拄洗头拭干，头毛金金，阁有淡薄仔黄目子的香味。黄目子正名无患子，果子皮洗头兼保养头毛丝，果子做佛珠。听讲柴苦嘛会当赶鬼，这种树仔伫古井边都有一丛。阮伫古井边讲话，伊坐咧，我徛咧，毋敢伤晚去，惊人讲话。这个古井是阮伫位港家部落食水的所在，规年冬天清凉凉，听讲下面通得围客呢。原来恁兜的人最近好无？这站亲族仔拢咧回，较早长保时代介绍袂歹，即马糖厂强制开收，做因的工阁互干工歹甲要死，大家拢怨气激几百伙。毋莫烦恼，这是过渡时期。以后应该会较好啦。阮阿爸最近较虚弱，不是咧咳嗽。我后日甲郑会上要去虎头山，我才先煞学一寡臭草草。听讲加接加地豆做伙炖汤，对地扫真有效呢。亲某送，多谢你。应该啦。大正4年7月初7，好天日头炎。只听两边边仔的赤查某啊，愈发愈恶啊。长老老的花枝，黄心的白色花蕊，伫风中摇摇摆摆。下晡，郑卫上甲我同款休班，就小少去虎头山抠青草啊。因无正辉孙查，今年25，加过我3岁。
伊嘛酒长长无定顺，偏色幼秀下海渐渐，生做山丘。汉草无我遮好，毋过穿衫真笔杂。听讲伫内底就时常采集野草食物做研究。来大巴年支厅服务，经我虎头山，而且知影我有兴趣，就时常烧蕉上山采集。伊是管娘寸笑。素描做记录，我算是伊的同伴兼助手。伊讲有一天会出一本册，专门介绍虎头山的青草啊。我是大木工所处的人，来这做巡查埔，其实照住后搭的旧社厝，后来受到政府上的指引，甲顶司推荐挂保证，才会当甲伊做伙住宿舍。今仔日透早，两个拢穿长黄衫，伫浮鱼壳啊，早收集地甲加刀、底树、水果，要去上虎头山。哦，这条虎头山的路，大粒石头挡伫路中央，细粒的尖来来，路边野草阁足多，足歹行。青木上袂使讲野草，虽然毋是种伫花园，互人照顾。每一丛草啊，拢有伊存在的价值。讲野草是无公平的。以我所在，虎头山顶所有的青草食物，拢有无共款的水，也拢是野草。准讲有毒，嘛有某种治疗的功能，袂使看轻因。郑辉上，你真正是一个疼惜大自然的人。今仔日采足侪青草，只是有一寡叫袂出名。等你号名啦。其他的草就号郑辉上的名。郑辉上真少有遮尔豪爽的笑声。伊对青草啊收集研究毋但有兴趣，佮兼当作使命。不过，伫咧落山的时阵，伊常常甲我讲：青木上，以后要搁上山采青草，可能较无时间啦。哦，为虾米？对西来暗探出来迄帮土匪，行动愈来愈密集啊！只听得到通报，昨暗伫牛港岭巡查并告未及，单死插头工程的囝工人，毋过家己煞互工程单死，真害！即马已经派人去敲山啊，毋过因是毋是会向向发动攻势，就真歹有料啊！遐个土匪身躯拢有炸糊啊，掠准安尼就刀枪不入，真是迷信无知。我点点毋敢甲应，毋过心内咧想，遐个起来反抗的人，拢是土生土长的啊，就亲像山内自然生长的青草啊共款，会反抗一定是有某种的缘故。阿爸阴暗有伫厝，依照勤务安排，阮大概3-4日仔会有一摆机会，全家做伙食暗顿，欢欢喜喜开讲。五行哟，五行哟！今仔日有2尾沙卡呐，是隔壁的镇上去钓的哦。阁有4粒鸡卵是咱饲的家母生的哦。阿母摕一块片仔出来放迄2尾溪膏啊。这是日本片啦，水阁有咯，台湾做的粗白白。是啊，较早日本统治时代，建设真济，管理真严，掠着贼仔讲到要死，无人敢做贼。阿爸甲阿母开始怀念日本时代的好，确实，一直到即阵，阮住的宿舍逐时放空营，门窗拢照开，嘛毋惊有贼仔。不过，历史课本有日本人杀死足侪中国人的记载，尤其上海大屠杀，看到真恐怖。莫阁讲日本的好话啊啦，因
侵略中国，杀死足侪人呢。阿爸甲阿母若听我咧抗议，通常就点点无搁讲落去。大正4年7月15，乌阴有雨。郑辉上的担忧终于应验啊！这个月初8，余清芳探听到大部分的警力去伫牛港岭超山，就启动日马攻击十张犁、大区园、蠓仔子、河标湖、小南一带派出所，见到日本人就抬。找到透早，佮进攻甲仙堡支厅。甲警察甲家属拢站死，因的行动互人杀无踪头，毋知什么时阵会拖来到大巴年。我真久无转去大目港啊！房头内所有志已经互台南厅逮捕，而且杀一罐马肉粽。阿爸有叫人寄话，爱我较谨慎嘞，毋通去牵连着。我本地真想要调转来生活，毋过实在越午了后，就开始长途，佮加上正非常的关系，就一直留落来。想要到局势变化呢，山区的农民抗日的情绪加滚，要跌落去无遐尼简单。遐个土匪之所以愈架愈大庞，可能是有庄头部落咧支援。正非常。我会记得对1905年开始的林野调查，真侪民间地变做政府地，税金嘛愈扣愈重，是毋是会影响百姓的心理？这是啥物观念？完全毋对。这个所在伫支那统治时期，原本一片落伍无开发的山林，是日本政府带来文明甲进步。你看，即马户口、土地清清楚楚。道路开甲遮好行，逐项管甲事事，规规矩矩，这是真大的进步啊！本岛人应该有感恩的心才对。因无正非孙早的行为，雄雄出现伫我头前，伊目睭瞪大蕊，口气严肃，无想咧开讲。我心头插一个紧张气。大正4年7月24号，好天日头炎。宿舍的木瓜丛下面，最近出现一撮兄，青喙带一点仔脯，伊的肌肉尾溜，亲像咧练宋江用的曲。本岛人会甲挂伫门口辟邪。这位上讲，内底有一种吉祥树纳吉，兄是本岛的纳吉。下晡。月娥甲我拢休假，就做伙伫宿舍的边仔行咧。伊一直看迄排木瓜树甲木造的厝，深深舒一口气。木瓜的香味，檜榔气的雅气，这是内地人比咱较悬一级的显示啊！阮阿爸定定嘛甲细汉小弟讲，将来爱好好啊读日本册，才有机会学日本名，过高级的生活。我参正非常做伙接久，感觉需要学习的是因做代志的精神，真认真，一定要做甲足舒适。内地人甲本岛人的身份差别真明显，到即阵囡仔还袂当做伙读册。不过，我原在对内地人这部分表示钦佩。月娥看到墙仔边有一簇鸡屎亭。开真济白色的烧花，花心有一页亲像互火捂着红红的记号。伊脚步停落来，哪想咧想啥物？这是鸡屎田，你看，枝叶裂开有一个臭臭味，毋过真有路用，会当治嗽、腹肚痛、高热仔甲外伤。伊的名足臭真，味嘛无好闻，
但是真坚强，拖到规路边。以为是点点开花，点点冷气，有时阁会看到过路人，亲像台湾人的命运。嘘，毋通安尼讲。最近情势足紧张，只听派足侪人去收查匪徒，嘛有一寡报尾仔四界听耳风，讲话爱较细致的。我五苦笑，继续行。伊拄好看到一丛高尾草，啊，高尾啊！伊甲扭起来，迄蕊水沟啊，刷落头壳靠伫我的胸坎。阿爸咧催咱的婚事啊，我是大姐，咱嘛已经交往诚久。伊讲较紧嫁嫁咧，才袂互人加讲话。我嘛想要较紧完婚啊！我看向虎头山迄边的天顶，一群昏翁撞来撞去。等匪徒拨乱平静了后，我就返去大木工甲阿爸阿母参详，准备婚事。我进一个月光的头门，顶头有插一个真水的鸡屎亭。大前4年8月初3，蒙蒙啊雨，匪徒以清风工程的人马，愈来愈接近大巴年之厅。昨暝300多人去进攻南庄派出所，因用汽水罐啊、白番仔油火攻，12个警察甲查某人、囡仔拢收死，倒出来也互因杀死，真夭寿。情势渐紧急。大木工支厅长已经率领警察队过来，台南厅的步兵也出发了。政委上已经停止青草收集，已经愤慨。一帮土匪用迷信煽动遮侪人暴乱，连无抵抗能力的人也抬白家咯。因也毋知死，等部队甲大炮赶到位，必然10倍、100倍，奉还。伊讲甲家己切起，下头的金浮出来。我体会到日本民族的火性，倒起来真恐怖。这个平时亲像学者的孙查樱木正辉，任军头母讲要10倍、100倍奉还的时阵，我心头直直畏寒起来。这匪徒拢是山林的人，有好老也有病婆啊，因掠准会当引导日本政府。也是这呢啊，唔惊死。但前4年8月初4，乌阴天，匪徒大队人马已经渡过后库拉溪，顺虎头山入去大巴年的北平。因的脚步真紧美，大瓜草啊，拢实实实实拍招呼。敢讲因嘛是野草的一种。伫山谷溪流中，四界团自由来去。台湾总督府已经派出步兵甲炮兵，急速赶向大巴年过来。只听紧急空针啊，贴石头做过来的安保安机关枪，配合警察队全力固守只厅，等候救兵来到。警察宿舍内底管束甲街面上的内地人，拢去住伫汤厂宿舍撇啦嘛。汤厂暂时停工，我顾虑员工的安全，特别拜托政委上，甲安排去汤厂宿舍暂时住咧。这是一场什么款的战争？唉！大正4年8月初7，乌阴30号，这是一个悲惨的战争。对初5透早开始，虎头山顶就锣鼓喧天。因对敌位啊迄边冲过来，
伫机厅头前远远的所在开始开枪。机厅这边2支机关枪拼命咧扫射，100外的警察举步枪对要弹，一寡支援的内地人负责补充枪支。因的腰带顶头有一张黄色的符啊，我一直弹，弹到起家庭锁。因内底有我的亲情好友无？若真着感动的落去，毋过若毋弹就会死家己。因一个死去，腰身的符啊无一点仔作用，嘛是佮一直化休，一直冲，化台的声、惨死的声，冲上天顶，因远规个大巴面。街面上迄间北极殿的上帝公，敢无出来看卖咧？佛祖啊，佛祖啊，叫伊莫阁冲来啦！唉，可怜的同胞，哪一直要来赴死？我目眶澹起来，佮惊互边仔孙仔看到，赶紧撤掉。到尾仔嘛，因看一直讲袂入来，将伊退去。初6透早天拄光，因搁来啊！这摆人数是昨暝加倍多。我回头瞥一下，发现郑飞山露出惊吓的眼神。佛祖啊，佛祖啊，叫因摕去啦！讲到过头，大家规身躯拢血水、汗水浸淹，规涂骹的尸体对几十米远贴来到安保头前，枪支已经用要尽。救兵若阁无来，就害啊！救兵到啊！规帮人伫戆心中雄雄醒起来，一寡惊拢消失去。郑飞上喙角小看呛一个。这个大炮落伫100外米远的所在，10外个烫木梯火刀做伙惨叫，悄悄喷出去，头壳、骹手、身躯、肠仔肚，亲像落雨，搁落转去涂骹。我一时头晕目红，强强要吐。火刀和大炮弄一个着青惊。规军越头起骹撞走，因即摆真正退甲离不过，搁较悲惨恐怖的代志伫后壁发生。警察甲部队开始围塞围山，第一个清装大屠杀的所在是德维啊！我想起郑医生讲过的话：连无抵抗能力的人压台，白家咯。等部队甲大炮赶到位，必然10倍、100倍，奉还。大正4年8月初10，乌阴天，规个德维啊，对砖头抬到砖尾，刷落放火烧，拢总烧300外斤。我今仔日透早拍扑仔光，就走转去啊！死了了啊！死了了啊啦！尸体还阁温伫烧无尽的壁角，摕伫路边草坡顶，挂伫溪边棺真顶，趴伫溪底石头顶，无人收台。四界拢是打起的火热，原底青翠的草啊，淡淡嫩嫩，规身躯开满血色凄惨的花。一只找无鸟收的梦东猪啊，身躯墨血，飞来飞去，好啾啾。阿爸、阿母、阿伯、阿姐。小弟小妹拢死啊！我仔哭甲死来昏去，伊想要收台因的尸体。我慢车时
恐惊有鸟白仔通报，毋若你危险，连我甚至郑飞上拢会牵连着。你到底是台湾人，还是日本人？你讲，你摕死偌济土匪？月暗黑暗掠我金金上，我身为日本警察，杀死遐尼侪匪徒，遐侪用武力对抗日本人的台湾匪徒，伊无法度了解我的身份认同。冤哦，我嘛是不得已，我已经是台上少人的一个。你老实讲，昨昏你是毋是有甲遐个前生来台湾讲价的人？昨昏我伫机厅留守，我无去。你无去，我毋是。冤哦，我真正无去，你爱相信我，我真正无去。我毋是，你害我老爸老母，我的小弟小妹，你害我，你害我。冤哦！伊头一摆，互我知影，日本警察叫抗日军是土匪，毋过因叫日本警察是精生死卡。我想，阮的爱情已经亲像受伤的草仔，破做骨力车，伫风中飘摇。节目上上较开的啦，等暴乱都跌落去啊，会使准备搁去虎头山收集草啊，继续做研究啊。郑飞上，我定定想一个问题：遐规山片的匪徒，敢会是野草的一种？哈？郑飞上起身莫名其妙，说到敢若脑后拄着咧，无法度用。伊目睭点大蕊，我较紧甲头滑边啊。大正4年8月10号，日头赤炎炎，牛车一载一载驶对虎头山脚去，空快的草坡啊，早就开一个足大的空喙，等待一区一区的新尸拼落来，亲像拼一堆炭掉的野草。月暗今仔日规工找无人，伊无去汤厂上班，也拢无行过机厅附近。敢毋过转去伫位啊？毋过，遐即马一片阴风惨惨，亲像往死城。逐夜拢吹过啊，我只好走一撮伫位啊看卖。因的五落厝，村中迄栋4、5年长的厝烧了了啊，骨着张家当树，烧到剩一只树头。伫月光骹，我行去较早，阮定定约会古井边，伫遮，迄丛黄木子烧甲乌扫扫。我看到一双红色的金鞋，一顶新点点的鸡笠啊，顶头插一蕊加洗定的白花。冤枉啊！你哪要安尼？冤枉！大正4年8月17，歹天湿湿啊雨。我已经编几落工啊，用牛筋草一条一条编，亲像咧编月圆的门尾啊，一节一节节，会变成足长足勇的草丝啊。这非常真好奇，也感觉有趣味。伊一直烧这条丝啊，学落甲会得志。真特殊的草啊！遮尔用搁水开的草，有精神的草丝啊，我嘛想要来编一条。今仔日，我搁去取一条有真侪花蕊的鸡屎藤，甲靠伫牛筋扫的顶头。节目上后日迄困日，
咱则搁去虎头山收集调查青草啊。哦，好啊。美丽草书啊，已经完成啊。顶头有月娥上假意的花，花身有雾血色的印记，亲像阮的约定。我甲天棚拆破一空，一直看内底迄支花杆，掀落去的应该有够勇。我的日记也该结束了，这是我的秘密，嘛是一个时代的秘密。啊！金木桑，金木桑！日记较清楚的部分，大约看过啊。这个中，迄个形影有时阁会出现，毋过拢一大久啊都无去。迄行路我近壁边无声无息，定会互人惊一跳的，外号叫做冒壁鬼。我想，这个形影是真正的冒壁鬼。有一日，我终于挡袂牢，甲日记交予阿爸。阿爸，这本日记簿仔是我对宿舍下面的通风口找到的。我定定伫宿舍内面看到冒壁鬼，伊敢若就是这本日记的主人。唉，其实我半暝啊顺路倒转来，嘛定定看到，想袂到原来是安尼啊。无偌久，阮就搬去另外一间宿舍。阿母的病也真紧就好去。我问阿爸，伊讲可能是迄贴加西镇的药方应效咯。阿爸已经过身20冬啊，迄本日记也毋知倒位去。伫2007年的春天，我阁倒转来大巴年，找找较早的记忆。我先去伫位仔看港家古厝，5楼厝的中央还阁真好势，顶后落顺旧围墙，嵌铁柱挂，四下风土费用的凊空，亲像历史的空隙，一寡观光客会客一入目睭，探向内底。一个87岁的工老先生真热心，帮我带路兼开破过去。较早日本兵来到地位啊，见人就弹，倒伫涂骹的，搁用刺刀插一个。阮阿嬷一手牵一个。后壁挨一个，顺溪花行迄甲甘蔗园味，好甲载阮阿母活落来，才有今仔日的我。我甲问江月娥跳古井自杀的代志，伊记一个坎甲目睭睭的所在。古井伫遐啦，迄是较早的古井。你讲江月娥的代志，我毋捌听长辈提起。不离个，迄当时日本仔伫遮大屠杀，看到古井边坐一个囡仔诶，骂吼，规身躯涂刷粉啊甘火，煞无甲抬，佮对古井摕水甲洗浴，放咧菜篮啊，赶转去，听讲落尾抱转去日本养饲啊。我看古井边一张鸡屎藤牵骨落链。开真济白花，来厝后看者，来厝后，
这座石碑哦，是我用虎头山的石头贴起来，啊，刻这4字哦，永远和平。我敢希望子孙哦，永远会记得战争的可怕。我对这位啊，划过来兴南车站头前，警察分局旧宿舍早就拆掉啊，无过已经无半层。糖厂一口无偌远，有造作一个大巴年事件纪念园区。头前迄个蒋公铜像已经无去啊，剩一个乌扫扫的大座，顶头有一丛草啊，徛天天的手，野草力量真大。佮顺拆无尽的旧石壁行过去，正边的小公园种真侪花，杂草扣甲清气清气。我注目到一撮牛筋草点点抹伫壁边，真生抹壁草。唉，8万年啊，一对苦命的鸳鸯，原在无结局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冒饼鬼》是由王罗密岛原作，罗家师王叶红编剧。剧中的人物：七木桑、吴凤生演出，元娥、柯依婷演出，郑辉桑、张家泽演出，阿成、詹胜元演出，阿爸黄新地演出，阿母洪昭文演出，江老先生王团结演出。口白罗家师演出。